大癲，原來香港 call 滴滴有咁多着數。今時今日生活上大小事都要用 app， 嗌外賣要用 app， 搶演唱會飛要用 app，call 車都要用 app。我就話點少得 call 車勁多優惠嘅滴滴，即刻同你睇下滴滴有幾好用。用滴滴 call 車落完單，好快就有人接單，講究新界以至離島 call 車都冇難度。車資夠晒清晰，線上驗證收費，支持 Alipay、WeChat Pay 同埋信用卡，唔使找錢咁麻煩。加上每一程都有第三者嘅保險，有咩問題撳入客服界面，仲即刻有真人客服幫你手跟進，等你搭車安心又放心。滴滴夠晒專業好用，仲有好多優惠㗎。只要打開滴滴 App， 進入優惠嘅頁面就可以點擊領取優惠券。而家新客戶會連送10張5折券，每日可以用4張，合計慳成500蚊啊！現有客戶都唔輸蝕，優惠推廣期間入 App 領5折券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同埋滴滴擁有超強跨境技術優勢，唔單止喺香港好用，更可以無縫通用內地以及日本、韓國等12個海外國家同埋地區出差、旅行 call 車都一樣咁方便啦！